到德山的中州国小参加台湾大学国际学伴的计划，邀请到20多位的外籍学生来到中州国小来体验暖茶的文化。 要得到全国10大新农奖的茶农詹国斌，即摆来到德山镇中州国小，要来教囡仔，佮有台湾大学的外国学生安怎暖茶，才当暖出好饮的红茶。来教导我们国际学生，他们做我们竹山茶产业红茶的制作体验，能够把这个台湾竹山的茶文化推广到全世界。中州国小参加台湾大学的国际学伴计划，平常时除了有实时的交流，嘛邀请因实地参访。我觉得可以用做这个揉茶体验，就可以跟那些外国的哥哥大姐也一起做，我觉得很有趣。 透过国际交流的活动，唔但会当传承传统的在地文化，嘛会当互偏乡的学生有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。